多谢孟俊高雄县农城大会造成46个人死亡，早起的举办加祭甲公祭仪式，对了全台湾各机关拢降半旗，公祭现场嘛庄严隆重。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嘛，甲伫即个市长陈其迈陪同下到现场去致哀。总统蔡英文和副行政院长伫市长陈其迈陪伴到高雄市立殡仪馆为城中城罹难者致意。 灵堂外口一透早都有真侪家属伫出山人员的带领到灵堂要来参加公祭送亲人上尾下一程。城中城大会头七后2天，市政府伫高雄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仪式，现场真悲伤。市长陈其迈嘛，伫仪式结束了后，搁一摆为罹难者致哀。各界都陪我们罹难者家属关怀，也陪了我们罹难者。 最后一段路，这场大会无情造成46条人命，即马家属敢若毋望过身的亲人会当一路好行，嘛希望城中城之听会使变全台湾旧大楼的安全照镜，未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拢会使善尽监督和改善的责任，莫互台湾搁经历第2摆的城中城之听。